来看台中的黎明幼儿园哦，因为要家己饲地中华，官司已经拍几啊档咯，目前是经5审哦。早起法院要去现场测量，也毋过幼儿园的园长无要互法院入去，地主是要求幼儿园来赶紧还土地。民间团体来到台中市黎明幼儿园表达诉求，来甲因斗相听，就是因为黎明幼儿园甲中华会诉讼也搁在进行当中，即马法院说已经要来清让土地。你住好好的，活好好的，是你私人财产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恶法，让你的土地马上就被财团给你切走？你能够接受吗？这是一个违宪的一个制度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被圈入，也就是我们政府圈地，只要你被圈进来，土地所有权人竟然没有说不的权利。园方质疑中华过程黑箱作业无公开透明，嘛批评市地中华法是恶法，因那台中地方法院派法官要去清让土地，嘛去互园方拒绝。而且测量不影响你的权利，我刚才有跟你讲了，他有没有实质权利，可不可以要回去？那是在法院审，今天只是测量。法官煞后伫咧外围清让，毋过也是互民团甲伊包围抗议。规件事件是因为黎明幼儿园毋愿意加入市地中华，对2009年开始甲中华会拍官司到今，已经进行到经5审，目前诉讼也搁在进行当中。地主嘛表示，当初是家己只是守法参与中华，中华了后分配到800平的土地，就伫咧黎明幼儿园的所在，想袂到有土地宽增，算无法度来使用。那信和那50-60年的这边附近的邻居问一问都知道，我们不是买进来的地主，我们不是投资客，他没有权状，他重划之前他就卖掉了，重划根本不需要问他，他不是地主啊。幼儿园所坐落多笔土地，园长林金莲于重划前均已移转出售，该等土地并经法院判决重划分配结果确定在案。市府表示，目前因为争议土地无法度点交，除了尊重司法甲法律的停诉执行，接落来嘛看判决的结果，依法来办理相关的事项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